今日帶大家嚟到呢個地盤，就係我新買嘅一個嘅物業。咁咧就由簽約去到收樓，都係用咗1年零2個月嘅時間。咁但係估值咧就已經大升咗超過30%，而且咧呢一個嘅項目啦嘅租金回報率竟然高達5.1%。究竟點樣可以1年升30%，而租金回報咧可以去到5% 以上？呢一集嘅內容，大家一定要留心睇落去啦。呢條片除咗同大家入屋開箱之外啦，亦會同大家分享我1年前投資背後嘅理念同埋計算，等大家可以從多角度了解我係點樣順住呢個城市規劃啦、市場狀況而獲得資本增值㗎。而如果你喺布里斯班揾緊一啲自住房屋嘅觀眾，一定要俾少少耐性睇到最尾，會有一個重要嘅預告。今次我自己買入 Urban Home 嘅房屋啦，係一個雙層啦，5房3廁，室內面積250平方米嘅全新獨立屋。下層有1個房間、1個客廁所，而後面就係客飯廳同埋廚房。至於上層就係主人房加3個嘅客房同埋偏廳。咁就帶大家入到嚟我呢一間新屋裏面啦。呢一間新屋嘅客飯廳加埋有46個平方米，即係大概500尺左右㗎。客飯廳分開左右兩邊，以一個類字形嘅間隔。兩個嘅廳都係以一啲方正嘅開積啦。咁所以無論你係點樣擺家私都係唔會有任何困難㗎。咁而如果大家見到喺我身後面，其實客飯廳同埋廚房加埋係有6扇嘅窗㗎。咁所以喺日頭嘅時候你打開晒啲窗簾你會感覺到陽光感係非常之足夠。咁而你亦都可以從其中一個大嘅落地窗就行到出去呢一個嘅室外嘅 outdoor living 一個戶外嘅位置，後面就係相連我自己嘅後花園啦。換另外一個角度睇啦，客廳嘅面積擺放5至6人曲尺型嘅大梳化都綽綽有餘，預留咗足夠嘅牆身可以放一個大電視。至於飯廳嘅深度超過4.5米深，放一張2.5米8人嘅餐台，旁邊亦有足夠嘅走動空間。咁就嚟到呢一個廚房嘅位置啦，廚房嘅工作台就足足3米咁闊嘅，咁所以無論你要擺幾多嘅雜物幾多嘅食材喺度煮嘢食其實都絕對有足夠嘅空間。而我前面嘅呢一個嘅洗手盤就係一個嘅 Underman 嘅清盤，就已經係一個標準配備，唔需要加錢就已經有一個雙清盤亦都係以一個 Underman 嘅設計㗎。至於喺廚房嘅標準配備Urban Home 就配置咗SMAC 呢一個嘅牌子㗎。SMAC 呢個牌子雖然唔係一啲頂級嘅家電品牌但係佢都屬於一啲歐洲嘅牌子，俾好多Builder 嘅 House and Land Package 所標配嘅一啲雜物牌子佢嘅室內嘅家電嘅標配可以話係一個非常之高質素嘅一個標準。而且我自己亦都加咗一啲嘅 upgrade。原本佢配嘅 SMAC 嘅爐具全部都係以60cm 為主，咁我就加咗大概2000蚊嘅澳紙，咁就升級咗呢一個嘅抽油煙機煮食爐同埋呢個焗爐，全部都升級咗做90cm 寬。咁大家可以見到我特別中意就係呢一個嘅焗爐㗎。個焗爐嘅闊度有90cm，基本上你擺一隻細嘅乳豬入去燒都有足夠嘅空間。另外Urban Home 都有一個比較貼身嘅 upgrade 嘅部分㗎，就係佢可以剔走咗原本佢所附設嘅地磚或者地氈，咁佢就會扣翻個成本俾你㗎。咁我就喺呢一間屋嘅客飯廳嗰度就剔走咗原本嘅地磚啦，咁佢就減咗3000蚊嘅建築成本。咁然後你就可以出去揾任何一間嘅鋪頭去揀你自己中意嘅地板地氈或者地磚，咁你就可以隨意鋪你自己
己想要嘅嘢，佢亦都減翻嗰個成本俾你，等你咧可以慳翻啲錢，唔使浪費咗嗰啲嘅物料。咁而今次咧，咁我就揾人鋪咗個engineering 嘅木地板啦。咁我自己鋪完之後咧，就非常之中意嘅。咁呢一個嘅地板嘅公司咧，亦都係我嘅客人咧，隔離個鄰居咧介紹俾我㗎。咁我就覺得咧，鋪完之後咧，呢一個嘅地板咧，感覺非常之靚，我亦都非常之中意。佢好似咧幫個地板咧就敷咗層 mask，然後拆咗落嚟之後咧，就一個煥然一新嘅感覺。我特別中意好似而家呢一個 moment 啦，就係一個差唔多日落少少嘅時間，當陽光打落去地板嘅質感啦，我自己咧就覺得非常之舒服啦，亦都啦好溫馨。咁所以咧，如果第日咧有人去跟我咧去買 Urban Home 呢一個嘅品牌嘅 House and Land 嘅話咧，亦都可以試下啦呢一個嘅選擇啊。咁上到嚟二樓嘅位置啦，我覺得咧二樓咧最中意嘅空間啦，就係呢一個嘅偏廳嘅位置。佢嘅面積咧大概有16、17個平方米，即係大概200尺左右。而我自己最中意嘅地方咧，就係佢外連一個露台㗎。咁所以咧，你可以喺呢個空間愛嚟做一個偏廳又得啦，中意愛嚟做電視房又得啦，係小朋友嘅 play area 又得啦，又或者係書房都得。咁所以咧，佢係一個好多功能嘅空間，而且外面咧有一個露台，你中意打開晒啲窗，得閒出去露台咧飲杯咖啡啦，亦都可以啊。咁就入到嚟呢個浴室嘅位置啦。咁基本上咧都係一啲標準嘅配置嚟嘅。咁我就做咗2個主要嘅 upgrade。第一個嘅 upgrade 啦，就係呢一個嘅牆身嘅瓷磚啦。咁佢由半身啦做到去天花嘅位置。咁另外一個主要 upgrade 咧，亦都係一個比較新嘅 upgrade 啦，就係將呢一個嘅浴缸咧，由一個嵌入式嘅浴缸變成咗一個獨立式嘅浴缸。咁我自己覺得咧，睇落去咧就比較現代化啦，亦都冇咁老土㗎。咁咧就加咗呢個浴缸，大概係加咗2000蚊左右。咁我覺得睇落去咧都幾靚㗎。過去啦，我自己啦好中意買二手嘅舊屋㗎，因為我好中意啦啲二手舊屋，每一間都有自己嘅故事同埋特色。但係近年啦，我最近購入嘅房屋啦，都係以 new build 新屋為主。主要嘅原因啦，就係維修一間舊屋嘅成本越嚟越貴。最慘啦，就喺澳洲啦，大部分嘅時間，就算你有錢，都揾唔到人去維修啊。再加上布里斯班嘅樓價、地價不停咁升。買一間嘅二手大地嘅舊屋，淨係每年交嘅土地稅維修成本會令到持有能力逐年大幅下降。所以近幾年我自己改咗投資嘅策略，都係以新屋為主。最主要嘅原因就係俾自己 peace of mind。但係大家千祈唔好誤會，我仍然幫緊好多嘅客人以二手買方中介買昆州嘅二手物業。只係人各有志，每個人嘅財政能力唔同，而唔係我覺得二手物業冇價值。以下呢2個係2026年最新 Parkridge 一啲細土地嘅獨立屋嘅二手成交，一個261平方米嘅土地，4房2廁。室內面積只有126個平方米嘅二手成交，就要去到85萬。而另外一個大啲嘅土地，4月份嘅成交，土地面積有350平方米，175平方米嘅房屋，成交價就要去到92萬5。跳返嚟現場嘅畫面，大家見到而家呢一個單位係第一批幫我買入 Sierra Grove 最平單位嘅客人。土地面積300平方米，室內面積171平方米，係一個4房2廁2車位嘅獨立屋。而喺上年2025年3月尾簽合約嘅套餐價格為73萬5千。若果我將我呢個客人買 Sierra Grove 上年簽合約嘅價錢同今年2026年 Parkridge 最新嘅細土地二手成交個案嘅比較，喺1年我嘅客人嘅資本增值至少係達到15到20%。我呢個嘅比較並唔係事後孔明，而喺上年Urban Home 去為 Sierra Grove 第一期去開價嘅時候，我就已經覺得佢嘅性價比特別高。當然作為地產中介，我好有自知之明。如果當時我同啲客或者觀眾講好平你快啲買啦，大部分嘅客人同埋觀眾都唔會相信。
所以咧我從來咧都唔會問客人點解唔買，亦都唔會咧去嗌任何客去買樓。當咧任何客人睇唔到我睇到嘅價值同埋潛力嘅時候，我只會覺得係緣分未到，並唔係咧我同客人嘅緣分，而係客人自己同間屋嘅緣分。再加上咧第一期正式開賣之前，我根本保證唔到啦，我可以喺開發商手上搶到幾多個套餐返嚟。而通常啦，對 Urban Home 新項目有興趣嘅客人，一定多過啦我搶到返嚟嘅單位總數。我記得啦，舊年啦，呢一個嘅項目咧，當時最平嘅售價就係73.5萬。喺舊年嘅時候，73.5萬連附近地區嘅一啲聯排別墅都買唔到。咁我知道佢開價咁平啦，咁我就咧一收到資料，開完會嘅第二日，我就即刻神咁做咧，就衝到嚟呢個地盤度睇。睇完之後，我自己要買一套。咁佢當時就好驚訝啦，喂，咁快你就話自己要買？咁佢就同我講啊，既然佢見我咁有誠意啦，亦都拍晒片啦，準備晒所有嘢，佢就話咧我可以喺呢一個嘅正式開售之前咧，提早靜雞雞咧，咁就收定一啲嘅意向書，收定啲 EOI 去排隊。因為咧當時咧我見到個價錢好平啦，咁啊睇完環境我亦都覺得喂，周圍環境好好喎，位置亦都非常之好，亦都好近華人區啊、Sunnybank 嗰一邊。但係咧，當時咧，我記得咧，我就已經拍晒啲片啊，整剩晒啲 Facebook post 啊，但係佢就咧話，因為我要靜雞雞嘛，唔可以公開佢個名字，亦都唔可以公開佢嘅地點位置，因為咧驚其他咧嗰啲嘅中介咧過嚟扭計啊，要搶嚟買啊，咁所以咧我就只可以咧就喺off the market 靜雞雞咁同啲客講。我仲記得咧嗰陣時，無論係 Facebook post 又好，係呢個 YouTube 又好啦，我都唔可以公開咧將啲資料 send 俾客，我只可以咧係逐個啦，喺一啲 private 嘅 link 嗰度 send 俾客。呢個咧係上年3月1號靜雞雞做宣傳嘅時候嘅 Facebook 嘅貼文，我已經講啦，同其他發展商去比較，一啲更細面積3房單車庫嘅套餐啦，當時就已經要76萬以上。所以啦，無論喺地價啦，又或者房價啦，我都覺得 Sierra Grove 嘅第一期嘅開價係非常之低。當時亦都收到啦超過70位客人同埋觀眾嘅查詢。我成日咧會收到好多唔同嘅觀眾嘅問題，問我呢個樓盤好唔好，嗰個套餐抵唔抵？呢一個咧係2025年喺 Park Ridge 旁邊 Greenbank 另外一個項目嘅套餐，350嘅土地，151平方米嘅套餐，上年開價就係86.5萬，足足啦比我 Sierra Grove 買入第一期嘅客戶最平嘅單位貴咗13萬以上。我想喺度啦，同所有嘅觀眾講，大家唔需要好似呢位觀眾私底下 WhatsApp 我係唔會咧私底下為任何我唔推介嘅樓盤或者建築商俾任何嘅意見，因為咧我並唔想啦令自己增添任何嘅麻煩。我好明白啦，每個客戶啦喺買樓之前都想做適當嘅查測，但係你問啦中介 A 關於中介 B 推介嘅樓盤啦，呢個啦係一個極其愚蠢嘅行為嚟㗎。因為你永遠冇可能咧獲得最客觀持平嘅答案，因為無論係中介 A 又或者中介 B，兩個都係有利益衝突。而我從來咧都非常鼓勵，如果客人相信另外嘅一個中介講嘢嘅話，我會直接鼓勵啦佢哋跟佢買，因為咧我會覺得啦，連選擇中介嘅能力都冇，呢位嘅客人根本冇能力啦分辨到好與壞嘅房產。呢一度咧 Sierra Grove 嘅第一期咧，總共係有24個嘅套餐。當時咧，我成功搶到13套翻嚟，而13套裡面咧，其中有10套咧都係屬於自住嘅客人嚟嘅。因為咧本身佢哋睇完所有嘢咧，就知道呢度周圍環境靚啦，價錢又平啦，所以有好多客咧都係買嚟自住嘅。咁而其中咧13套裡面咧，其中嘅8位嘅客人咧，都係喺第2或者第3次以上咧，幫我去買樓嘅客，即係一啲舊客戶。咁所以咧喺舊年嘅時候咧，因為呢啲客已經好熟啦，之前亦都交易過啦，咁所以佢哋好知道我嘅性格，我講嘅嘢咧，佢哋亦都覺得係可以好信得過，所以佢哋咧做決定嘅時間咧就非常之快，所以亦都比較容易成功咧同佢哋搶到咧一啲好嘅單位啊、好嘅位置啊、好嘅間隔。咁而另外咧就係呢一度咧，大家見到咧，總共咧有9間嘅雙層屋，其中7間咧亦都係咧我嘅客人嚟㗎。
Park Ridge 呢個地區發展大概10年左右，但係坦白同所有觀眾講，一直以嚟 Park Ridge 呢個地區都唔屬於我自己嘅心頭好，因為從前嘅 Park Ridge 投資者嘅比例太高，而我自己一直係留意住整個大布里斯班發展商開盤同埋政府批地嘅情況。喺過去嘅2-3年，我睇到如果以陸地即係 Greenfield 地區，地價仲有可負擔性，而最近 CBD 嘅新區就只剩翻 Park Ridge 呢個地方，所以我自己喺2-3年前就已經預測，當所有貴嘅地區新地消化完之後， Park Ridge 會成為大布里斯班西南面新區唯一嘅選擇，樓價將會有爆炸式嘅增長。呢一個嘅分析喺上年 Sierra Growth 第1期推出時候介紹嘅影片 EP093， 我亦都以城市規劃嘅角度同埋地價嘅比較，同大家深入拆解過。若果上去 realestate.com 度睇成交個案嘅話，你會發現 Park Ridge 99.9% 嘅房屋都係以單層為主㗎，因為 Park Ridge 過去都係一啲平價嘅地區，大部分嘅買家係唔會花錢去起雙層屋㗎。但係過咗2年之後 Park Ridge 嘅地價、樓價都已經大幅上升啦。再加上舊年聯邦政府5% 首次置業資助計劃，令到呢一類嘅入門級地區有大量嘅自住客湧入。我自己個人預測，不出3年之後 Park Ridge 已經會由入門級別嘅地區進入到中價位嘅行列。而當一個地區陸續發展，有自住人士湧入，再加上樓價上升到某一個階段，雙層嘅獨立屋嘅二手成交價將會有更大幅度嘅增幅。所以喺而家成個市場上，無論係一手、二手嘅中介都喺度賣緊 Park Ridge 嘅單層獨立屋嘅時候，喺上一年，若果我嘅客人係夠預算嘅話，而發展商又願意配一啲雙層屋俾我排緊隊嘅客人，我都會鼓勵客人去買入 Sierra Growth 嘅雙層屋，包括我自己買入嘅都係一個雙層嘅獨立屋。所以喺第1期嘅9間雙層獨立屋入邊，有7間都係我同我嘅客人買入嘅。而呢一類嘅意見需要好似我一樣，植根於本地市場、深明市場發展方向嘅本地中介，先至識提議俾客人。原本我以為我呢一個嘅提議，又或者呢一個嘅預測，需要5年到10年先至會見到成果。但係連我自己都喜出望外，喺由簽合約1年2個月之後，去到收樓，就俾咗一個好大嘅 surprise 我。我後面呢一間屋呢，就係我其中一個舊客戶嚟嘅。咁當時呢，佢就揾我想買呢個啦。咁我亦都特別呢，叫呢一個嘅發展商安排一個我覺得其中一間最靚門面嘅雙層屋俾佢。呢一間屋呢，係一個315平方米嘅土地啦，220平方米嘅雙層屋，係一個4房3廁2車位嘅間隔。我仲記得咧，當時咧嗰個合約嘅套餐價咧，大概係82.5萬左右。大家估下，究竟呢間屋上個月係租咗幾多錢？答案係820蚊，即係租金回報咧係高達5.1%。呢一個喺放眼整個澳洲嘅獨立屋，無論係一手又好、二手又好，偏遠地區市場5.1%嘅獨立屋嘅租金回報，基本上喺市場上度係非常之難揾。如果你參照喺 realestate.com 裏面 Park Ridge 嘅租金回報，平均只係得3.6%，而呢一間嘅獨立屋，我嘅客嚟嘅嚇，佢咧竟然可以租到5.1% 嘅租金回報。一啲目光銳利嘅觀眾可能已經睇到呢個物業喺 realestate.com 網上嘅股價已經去到109萬，而且係極有信心 high confidence 嘅成交價，亦即係話喺簽完合約到而家收樓1年2個月裏面，升幅達到32%。我夠膽同所有嘅觀眾去做一個比較，無論你喺澳洲邊一個州，無論係首府城市又或者偏遠地區都好，你係買 off the plan 嘅新樓，又或者係一啲跨州買方中介計數計到最盡嘅二手大地房屋都好，若果你嘅物業喺過去1年可以做到30% 以上嘅升幅，歡迎你喺下面留言同大家分享一下。
而同樣根據 realestate.com 最新嘅數據，Park Ridge 過去12個月嘅升幅只係大約13%，亦即係話我介紹呢個 Sierra Grove 嘅第一期嘅項目，跑贏大市接近3倍。Urban Home 啦，所有嘅套餐必定係定價嘅合同，推個喼啦就入住得嘅 Full Turnkey 套餐。而最特別啦就係25年特有特長嘅結構保養。當坊間所有嘅建築商嘅套餐只有法定6年半嘅保養，Urban Home 自己提供額外25年嘅保養。我估啦有機會係全個澳洲最長保養年期嘅建築商套餐。至於標準配備方面啦，所有嘅房屋已經安裝太陽能板，雖然功率唔大啊，但係對比其他建商啦，要額外加錢先裝太陽能板啦，呢個已經算係免費嘅大升級。另外一個啦，標準配備比坊間好嘅就係咧佢嘅地磚啦。上年年尾開始啦，所有嘅標配啦，地磚由400x400升至600x600嘅面積。如果有裝修知識嘅觀眾就知道，越大嘅地磚鋪設嘅人工費就越高。以上嘅標準配備啦，已經可以話係完勝坊間所有嘅建築商套餐。但係 Urban Home 啦仲未滿足，決定咧一不做二不休。由今年嘅2026年6月份開始，所有嘅房屋可以免費更換至 Hybrid Flooring 嘅仿木地板，唔使好似我咁自己要額外加錢揾人鋪咁麻煩。就算唔係揾我買樓都好，我都歡迎所有觀眾透過 WhatsApp 問我攞 Urban Home 最新嘅標準配備同埋升級選項嘅文件，去同自己買入嘅套餐去做一個全面嘅對比。咁大家就唔需要詐假意嚟問我乜嘢嘅套餐好，邊一個建築商嘅質素高啦。呢個係2026年6月份 Urban Home 最新房屋建造價嘅參考，大家歡迎拎去同全澳洲所有嘅土地建屋套餐嘅建築費去做一個比較。呢個單層4房2廁雙車位，室內面積170去到185平方米嘅獨立屋，6月份嘅建築價大概係37萬去到39萬左右。而一般單層嘅獨立屋，以同樣嘅質素建築商去比較 ，Urban Home 比一般昆州嘅建築商會平咗3萬到5萬蚊澳幣。而如果你預算夠想買間大啲嘅房屋，雙層4房3廁2車位，室內面積大概220平方米，最新嘅報價建築費大概係挨住50萬左右。而呢一個嘅質量，呢一個嘅面積，比起其他嘅建築商係大概平6到7萬澳幣。而如果你想買最大嘅雙層5房3廁2車位，室內面積達到250平方米嘅獨立屋嘅話，建築費喺6月份大概挨住54萬。而呢一個嘅面積，比坊間昆州嘅建築商大概係平咗8到9萬澳幣。而呢一部分價格嘅折讓都只係屬於房屋興建嘅部分，都仲未計土地嘅部分。呢個係上個月推出 Morayfield Oriya 嘅項目，銷售書裡面同其他土地發展商項目嘅價格對比。喺類似嘅面積，Marquee 同埋 Urban Home 嘅套餐同坊間最少有4到5萬嘅價格差別。最主要嘅原因就係坊間大部分嘅土地建屋套餐，土地係分配俾唔同嘅建築商去配套餐出售。一條街裏面唔同嘅房屋係由唔同嘅建築商興建，但係 Marquee 同埋 Urban Home 就係以整個嘅土地項目全部收購一齊發展出嚟㗎，所以土地嘅發售價就可以做得更加低啦。而當土地折扣加上建屋嘅折扣疊加埋一齊，Marquee Urban Home 嘅價格一定會比同區又或者鄰近地區獨立屋甚至乎聯排別墅1、2手嘅成交價明顯更加低水。上年3月份當時特朗普就啱啱開打呢個關稅戰，好多人預測全球嘅經濟會插水，樓價有機會會下跌。我仲記得我買 Sierra Grove 嘅時候出嘅片係用咗自保定自殺去做標題㗎。
但係咧，最終我都決定買嘅原因係因為定價比市況低，其實唔係淨係一個平字咁簡單，相反佢係一個非常重要嘅安全網同埋保障。首先以市場低水嘅價格買入 Marquee Urban Home 嘅套餐，而當樓價下跌嘅時候，將會有好大嘅緩衝區。只係計算建築價格，比起同期嘅套餐就至少有8% 到16% 嘅折讓。而若果以市價買入二手物業嘅話，樓價下跌幾多就直接蝕足幾多。而相反，樓價長遠睇升嘅話，資本增值嘅部分啦就會較同期嘅物業要多出好多啦。呢個亦都係 Sierra Growth 嘅第一期嘅股價可以跳升30% 以上嘅主要原因。近排樓市最熱嘅話題離不開負扣稅嘅改革，各大嘅媒體中介不停灌輸要揾一啲正現金流高租金回報嘅物業，但係所有人都忘記咗好嘅回報首先唔係租金收入要有幾高，而係買入時候嘅價格要越低越好，亦即係計算嘅算式分母要越細越好。呢個亦都係我嘅客人點解可以做到5% 以上嘅回報嘅主要原因。因為稅務改革，好多嘅海外跨州嘅中介強推一啲一屋兩戶嘅投資屋，但係坦白講，買入一屋兩戶嘅客人係一個非常無知愚蠢嘅投資者。首先，大部分嘅一屋兩戶嘅土地都係一啲本地賣唔去嘅賣剩借，一啲冇人要嘅屋苑，一啲冇人要面積大、價錢貴嘅土地，就會俾建築商拎嚟配做一屋兩戶賣俾投資者。特別係澳洲最旺嘅兩個市場，柏斯同布里斯班，若果開價合理、有性價比嘅土地建屋套餐，本地嘅自住客嘅剛需就已經足夠消化。我自己買入嘅 Sierra Growth 就係最佳嘅例子。大家要記住，租金回報係你嘅租金收入除翻你投入嘅成本。啲土地你要買又大又貴、冇人要嘅賣剩借。房屋嘅部分對比一般嘅單層獨立屋，你至少要俾多10萬澳元嘅建築費，即係話俾多10幾20萬嘅澳元，你換取淨係多咗1到2% 嘅回報。究竟呢條算式最後獲得利潤嘅係自作聰明嘅投資者啊，定係扮專業嘅海外同埋跨州中介呢？而對比一屋兩戶嘅投資產品，Urban Home 呢類嘅正常房屋套餐喺稅務改革推出之後，喺二手市場將會有更多自住客人嘅承接，擁有更持續剛性嘅需求。先同大家補一補冷知識先。Marquee 本身就係昆士蘭嘅發展商，即係英文嘅 developer。項目分佈於東南昆士蘭，包括公寓土地開發同埋聯排別墅。如果你購買坊間嘅土地建屋套餐，即係 House and Land Package 啦，好多時候都係發展商還發展商，建築商還建築商嘅。喺土地銷售同埋房屋建造嘅部分兩者係完全分割。但係 Marquee 就係提供咗一個一體化嘅方式去提供 House and Land Package，即係土地建屋套餐。至於房屋套餐嘅部分佢哋就會叫做 Urban Home 嘅品牌。亦即係builder 建築商嘅工作，好似我自己買入嘅 Park Ridge 嘅 Sierra Growth 同埋之前介紹嘅 Forest Lake 嘅 Woodfair Village 你都會喺Marquee 嘅網站裏面見到。但係當我將呢一個套餐send 俾客人嘅時候，佢哋就會見到Urban Home 呢個品牌啦。你並唔可以淨係買佢哋塊地唔起樓，又或者你自己有一塊地揾佢哋起樓，佢哋亦都唔會睬你㗎。佢哋嘅土地建屋套餐嘅造價，我夠膽講，絕對係成個昆士蘭州裏面同一質素嘅建築商報價最低嘅。但係淨係平係唔夠嘅，因為土地建屋套餐最大嘅風險就係爛尾。喺2月份出嘅片 EP109 介紹 Forest Lake 嘅 Woodfair Village， 係 Marquee 同埋昆士蘭州政府深度合作嘅項目。係提供俾首次置業人士嘅樓盤，亦都係唯一一個昆士蘭州政府同私人發展商合作嘅唯一住宅項目。要知道合作嘅係昆州政府，而唔係布里斯班嘅地區政府。
若果 Marquee 或者 Urban Home 係一間信譽有問題或者質量有問題嘅公司，昆州政府係絕對冇可能跟呢一間公司合作，因為一出事，去到下屆昆州選舉嘅時候，就可能要付出好大嘅政治代價。呢一個係現屆昆州州長 David Crisafulli 喺3月時候嘅 Facebook 嘅貼文裏面呢個 post 就講啦，透過昆州政府嘅 Residential Activation Fund 呢一個嘅資助計劃啦，去加大咗房屋嘅供應。而圖片裏面呢一個項目，正正就係我喺 EP084 同樣由 Marquee Urban Home 推出嘅 Burpengary Vale 嘅項目。講返位於 Forest Lake 嘅 Woodvale Village， 第一期推出嘅時候，新聞稿寫住3月1號先至推出，但係我喺2月16號就出咗片預告呢一個嘅項目。最終19間獨立屋入邊，我有7位客人成功購入。而 Woodvale Village 嘅第2期啦，將於短時間內推出。我敢保證喺布里斯班嘅市政範圍內，呢個絕對係最平嘅獨立屋樓盤。唔單止平住獨立屋嘅市場，更一定比所有更遠範圍嘅聯排別墅開價都仲要更加平。好似置業近市區平價盤呢一條片，然後用 WhatsApp 立即聯絡我，因為我已經幫緊一啲第一期買唔到心儀單位嘅客人優先遞交緊第2期嘅意向書。而近排啦，世界嘅局勢就好唔明朗啦，油價同埋建築材料費就急升。呢一間公司啦就出咗一個史無前例，有機會咧係全個澳洲唯一一間建築商夠膽出嘅一個聲明。最近全球局勢唔多穩定，令到燃油、石屎同埋鋼材全部加價，加上昆士蘭本身已經唔夠屋住，又缺人手起樓，令到成個建築業都面臨好大嘅挑戰。所以我哋想同大家坦白交代下公司嘅近況，等大家明白點解喺呢個時候揾我哋起樓，絕對令你放心。出面好多建築商嘅地盤分散喺唔同嘅地方，啲師傅每日淨係搭車趕路都嘥咗好多時間。但係 Urban Home 嘅做法就唔同，我哋同各大嘅土地發展商合作，喺同一個屋苑入面集中起好多間屋，咁樣唔單止方便主管集中管理，精準控制成本，仲可以俾啲師傅集中喺同一個地方開工，大大提升工作效率。因為呢種集中建屋嘅模式慳咗唔少成本，我哋直接將呢啲優惠回饋返俾客人，確保我哋嘅賣地建屋套餐係物超所值。另外，我哋同全澳洲嘅供應商同盤頭都有幾十年嘅交情，未來嘅工程量亦都好足夠，所以好多嘅建材嘅成本，我哋就已經提前鎖定。我哋同土地發展商拍檔已經夾好晒，會自己吸收返油價上升帶嚟嘅額外開支，絕對唔會將呢筆錢轉嫁俾已經簽咗合約嘅客人。無論你係客戶定係我哋嘅合作夥伴，我哋最想講嘅係放100個心交俾我哋啦。我哋絕對唔會為咗慳錢而偷工減料，亦都唔需要為咗生存而架構重整。我哋會繼續專注做好我哋最叻嘅事，就係為你起一間優質嘅房屋。喺全個澳洲嘅地產同埋建築界，有邊一間嘅公司嘅 CEO 願意喺成本不確定嘅未來，堂堂正正咁出嚟發表聲明，去同簽咗合約嘅客人講唔使擔心，我哋一定會原價交付。我仲記得喺疫情期間同埋之後，大量嘅建築公司因為成本問題而倒閉，無數嘅建築合約被取消、被加價。但係 Marquee 同埋 Urban Home 喺疫情期間所簽訂嘅所有合約，冇任何一張被加價任何一分錢。近排我見到一啲專做二手跨州嘅買方中介，叫大家唔好因為負扣稅又或者50% 資本增值稅嘅折扣而去買新樓。當然佢哋有自己嘅 hidden agenda， 因為佢哋專做二手跨州嘅物業，所以一手嘅負扣稅同埋資本增值稅嘅折扣對佢哋嘅生意嚟講係好受影響。但係另外一個反應就係，我相信佢哋嗰啲州，佢哋所住嘅城市根本冇一間 Urban Home 類似嘅公司可以喺一個高風險嘅市場提供到足夠嘅信心同埋保障。而 Urban Home
好可能係全澳洲唯一一家建築公司能夠做得到。我自己咧每一次嚟到 Sierra Grove 嘅第一期啦，我都覺得好自豪㗎。因為如果唔係因為我啦，我相信我嘅客啦係冇可能接觸到一個咁優質、咁高性價比嘅樓盤，亦都可以啦提早咧選定一啲好嘅單位。但係咧呢一個嘅機會咧，唔係個天一跌落嚟俾我㗎，係我過去咧做事嘅原則所帶嚟嘅一啲嘅緣分。喺發展商裏面都有一啲華人嘅同事，佢哋都有睇開啦我嘅頻道。如果本身我係一啲狗屎垃圾、一屋兩戶呃投資者嘅一啲嘅單位，我都亂咁去賣，又或者我會走去跨州去買一啲墨爾本嘅公寓啊，又或者會走去柏斯一啲偏遠地區買一啲乜乜套餐啊。只要我係其中以上呢一啲嘅所講嘅專業，但係唔喺地區上面深耕細作嘅中介嘅話，我基本上係冇可能攞到一啲本地咁優質嘅資源俾我嘅客人。所以咧，每次喺任何嘅一單交易裏面啦，我自己咧覺得我同個客人嘅關係咧係一個好對等嘅關係。我亦都咧會用盡力氣啦，去做我自己應該做嘅事，去做好每一單嘅交易。但係如果咧啲客因為任何原因唔買啊，又或者揾個第二啲 agent 去買咧，我自己咧係會用一個平常心，我唔會去掠，亦都唔會去搶，因為咧我自己咧會覺得喺我自己嘅工作上面啦，我已經做得夠多嘅功課，付出夠多嘅努力，亦都做咗咧好多嘅犧牲。雖然咧，我作為一個地產佬啦，係屬於全世界最唔受歡迎嘅一個職業，但係我哋都相信咧，我可以有一啲嘅原則啦，去維持翻啦我自己應有嘅尊嚴啊。最後提多次大家，若果喺布里斯班揾緊一啲自住樓盤，又或者投資嘅客人，快啲翻睇 EP109，我敢保證 Forest Lake 嘅 Footwell Village 絕對係另一個你買入之後唔會後悔嘅項目。我哋下一集見。